是关于池氏集团和美克拉美的合作意向书。老板的嗜好怎么变得这么奇怪？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？那是迟暮。小聪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那什么，我在哪儿都能见到你，说明我们真的是很有缘分。我一看到你就会特别的安心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说你疯了呗？我没疯，你必须你摸摸，你摸摸看。没听到。走草地上，喝多了吧？这是。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搞的？对，快点来接我！我现在真的是1分钟都待不下去。怎么要走啊？郝聪明，你可别忘了那些跟踪你的人。跟踪，那也比跟你这个变态在一块强。站住！你这是想违约吗？你可想好了，违约造成的后果，你承担得起吗？承担不起，那也比跟你这个双面渣男在一块的好。而且这一次是你违约，就算有什么后果，也应该是你这个渣男来承担。我违约？这个上面的证据我备份了2份，而且发了1份给韩毅。这回就算你有什么花招，我也不会怕你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没有一点记忆？石总，这枚钻戒的确跟池氏的祖传的戒指是一模一样的。还给他。该问的都问了吗？没有。那怎么放人走了呢？用不用派人跟着？不用。可是万一如果出了什么差错的话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去吧。这是季秘书让我交换给你的，谢谢。韩毅，你快点来啊！这荒山野岭的，很危险的。原来你早就跟踪这位他的手机了，怪不得你们着急呢。咱们的人已经在下个路口等好了，等他上了他朋友的车，就让他们跟上去。我在。美女，上车吗？
我有人接了。谁接你？上来，快点，走，下去。怎么不动了？是不是出问题了？不可能啊，他才离开10分钟，能出什么问题？宋秘书，你赶紧给金秘书打电话，让他带人过去。是，马上办。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了。石总，金秘书他们已经追过去了。他们走哪条路？他们看到一辆可疑的车正往城外开，想必是往城外追了吧？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往城内路线看一下。这种时候不能放弃任何线索。糟了，老大，我们好像被盯上了！别叫，加速，快！干什么呢？这孙子不会犯病了吧？带走，走。走。迟墨，这次又玩什么呀？捆绑啊！一天天穿成这样。费尽心思啊，小妞儿，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。说吧，当年这场车祸，你到底看没看见那个公文包？爸，原来关键是那个包。那个公文包是爸爸平时形影不离的，莫非那个包里装了什么秘密，才引起那场车祸？老大，嘴还堵着呢。说，到底看没看见那公文包？嗯？喂，你们几个，快点把它放了。石墨，臭小子！怎么样？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。什么？不怕啊！
事吧？没事，快走。你怎么了，曲梦？走。醒醒！人呢？不知道，大哥。到手的肥肉不能就这么没了。分头追，走。你没事吧？脚崴了，我看看。真倒霉！如果是韩毅，还能让他背我一下。这个迟大爷嘛，算了，他们还在后面追，我们赶快走吧。我们之间有约法30条的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吧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想干什么？左转，再右转，岔路口。没有岔路口啊！哎，你这个导航不行，要用指南针。哎，这指南针为什么一直在闪啊？哎，这怎么用啊？是不是要放平啊？那我只能放地上了。这怎么还在动啊？这怎么用啊？那边是南。哪边？切！我读书上，你别逗我。看见没有？那个是北斗七星，那边是北。分辨方向是要看斗柄的，斗柄朝南，天下皆下。现在这里是盛夏。嘿，那颗叫什么？玉衡。哎，那颗呢？瑶光之星。瑶光之星，好美的名字啊！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，你喜欢天文。喂，郝宗明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约法30条。你以为我想离你近啊？你这个人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？石梦，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？好饿，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这么饿过。现在就是给我一头牛，我都可以整个全部吃掉。喂，池大爷，你又生气啦？这路上都生气多少次了？哎，有的吃的，有的吃的，桃子哎。来，你一个我一个。
偷的？那你看，我放了钱在上面的。很甜，吃吧吃吧。韩毅，都缴过费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池氏集团的老板桃子过敏，所以我这个热心肠的路人就把他送过来了。放心，你垫付的医药费他会双倍给你报销的。池氏集团老板，你是说屋子里的人是池墨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池墨的消息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不枉我半夜匆匆跑过来。我先去打个电话。退下吧。这个人怎么几天不见，越来越神神叨叨？这世上竟然还有人对这么可爱的水果过敏，池墨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？此生被惩罚不能吃桃子。最近这么多异常，也许我的确应该找个医生好好看看。根据精神鉴定的结果显示，你可能患有解离性同一性障碍。说具体点儿。解离性同一性障碍就是通常所说的多重人格，患者多数遭受过巨大的创伤，比如长期受虐待，或者遭受的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。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。人体就像一部机器，当心理无法承受痛苦时，自我保护系统就会开启，会幻想出来一个人替自己分担痛苦，而幻想出来的这个人就是受害者的亚人格，也相当于一个身体里边居住了2个不同的灵魂。这话怎么说？你体内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人格。可是我的家族中没有人有精神病史。这跟精神病没有关系。我知道世界上突然接受这样的现实，一时有些困难。照目前情况来看，你所分裂出来的这个亚人格并不具备攻击性。最近你的身体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？没有。亚人格与核心人格之间没有联系的话，作为核心人格的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感受不到它的存在，而它却能感受到我的存在？它是你释放消极情绪的一个容器，你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影响到它，但它并没有介入你的生活，它把自己也隐藏得很好，看来它并不想打扰你，只是想替你分担痛苦罢了。你刚才说那么多，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参考性。是这样，其实你并不用太过于担心。
双重人格不见得就是个坏事儿。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生活压抑状态，那么身体会急需一个宣泄口。这个时候，双重人格的出现可以帮你缓解身体所承受不了的压力，反而对身体来讲是一种治愈。池先生可以借这个契机进行一次自我治愈。如果池先生需要帮助，随时来找我。无稽之谈。郑小姐喜欢在这个咖啡厅喝咖啡啊？废话少说，我东西呢？啊，东西带了。最近我可是早出晚归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。这就是第三者啊？准确意义上也不算第三者，毕竟池先生目前是单身。你就查到这些啊？看来你这个无所不能，也就这样了。池先生平时为人谨慎，我能查到这些已经相当不容易了，好吗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把这个事情查得水落石出。哼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你给我量身定做的旧情难忘套餐，现在开始启动吧。我到了，钥匙在哪？钥匙放在了门外地毯下边。别墅里边的佣人今天休假1天。对了，千万不要弄乱屋里的陈设。还有，别跟任何人说是我帮你进来的。你们听好了，不准乱动这里的任何摆设。是，大小姐。对不起了，表弟，谁让宝珠是姨妈看中的媳妇呢？今晚在这里能看到狮子座最绚烂的流星雨，就和3年前那样。作为核心人格的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，它是你释放消极情绪的一个容器，你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影响到它。世界上另外一个我吗？你体内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人格。另一种人格，这一定不是真的。宋总助，什么事儿？池总，郑小姐可能去你那边了。请你做好心理准备。谁让他过去的？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什么难题，就是希望你能注意一下态度，别为难他。还有，姨妈提了一下，要我说，郑小姐从小娇生惯养的，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石墨，你回来啦？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只想亲手为你做一次饭，来弥补我当年从来没有为你下过厨的遗憾。怎么样，惊喜吗？郑宝珠，惊喜没有，惊吓倒是有很多。你还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话吗？为自己喜欢的人做饭是一种幸福。我当时没有体会过，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。石墨。只要你喜欢，我天天做给你吃。郑宝珠，你不要再演戏了，因为你说的这些我根本不记得。你看当时他的表情可逗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就是啊，我觉得你不行了，当时。所以你这个就是，哎，流星雨，哎，你看，快许愿，哎，真的。好漂亮啊！你看，哇，真漂亮！哇，那还有，你看到哪儿去了？对啊。哇，
墨，石墨，你这是新一轮的对我羞辱吗？啊！宝珠，石墨，你肯原谅我啦？这些菜都是你做的？嗯。来尝一下，好吃吗？宝珠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汤，你尝尝。这里边的蘑菇我切了好久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汤。如果有什么不好的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改进的。你看，我都切到自己手，好笨啊！相当不错。把这个再做一遍给我看。啊？如果这些菜都是你做的，那你随便选一样还原给我看，我想没什么难度。郑宝珠，以前的迟墨给你做饭的时候，可不会找那么多帮手。郑大小姐，我郑宝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放低过身段去讨好过别人。为了你，我没有怨言，我心甘情愿。迟墨，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？喂，啊，金秘书，你说。老板，老板，该起床了。金秘书才几点？你是不是定错闹钟？老板，您今天的行程是上午8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在公司的大会议室；中午12点核心媒体部会餐；下午2点您还要别说了。石总，特部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今天行程改变，我另有安排。改变行程？可是之前的还没取消呢。表哥，放轻松，别一天到晚一副天要塌下来的样子。笑一个，对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人呐，就要明确分工，有人赚钱，有人就得做恋爱永动机，有赚有花，这才符合大自然的规律。那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？大哥，我去约会啊，你帮我？不是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走了。老板这是怎么了？听说他昨天和郑小姐和好了，应该是和郑小姐约会去了吧？是吗？这是好事啊，得让姨妈知道。走，跟上去。你说这个旧情难忘套餐还挺有效果的哈。昨天晚上一个昨日再现就打动了他，今天我该怎么做才能彻底收服他的心呢？我就说吧，你只要按照我的这个步骤，一步一步的往下去做，我保证他能投怀送抱。都这个点了，迟墨怎么还不来找我呢？他昨天晚上说今天来找我，不会耍我吧？应该不会吧？
据我所知，这池先生不是这种人呢。他以前不是，现在说不好。我要去找他。聪明，聪明，要一起吃晚饭吗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马上就去公司找你，等我啊。老板不是和郑小姐约会去了吗？显然不是。好烦。肯定是个女的吧？其实是我的初恋。3年前我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，然后我们就分手了。之后一直没联系，我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，总是找机会要跟我复合。那你会跟他复合吗？你希不希望我跟他复合啊？好了好了，我的好笨蛋，你还不知道我心里只有一个人啊，那就是你喽。接吧。喂？什么？哪儿啊？行，那我马上过去。聪明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他跟我说他出车祸了。人命关天，赶紧去啊！但是现在这个点高峰期肯定堵车，我有办法。喂，老方，我要发一个急件。急件？哎呀，兄弟，我只能给你送到这儿了，后面这块区域啊不归我了，你就跟着我这兄弟走，他保证给你送到店儿，啊。慢点啊！大哥，这车颠吗？你没事吧？哪儿受伤了？脚。脚啊，脚我就不看了。郑宝珠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没受伤就不要骗我过来。走了。迟梦，你别走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告诉你，自己崴的脚，含着泪也要给我走回去。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，你为什么都不承认呢？你说我在乎你？对啊，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城北，现在是晚高峰，车况一定很糟糕，而你却在半个小时内赶过来，你还说你不在乎我？哎，你非要逼我把话说那么清楚吗？好，我告诉你啊，本来呢，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告白，我呢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。在新的感情出现之前，我一定要处理掉旧的感情垃圾。现在新的感情出现了，所以我当然是要来处理旧的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自作聪明的女人，懂吗？
你上次怎么说的？对不起，郑小姐，是我错了，是我被那个郝聪明给迷惑了。不过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背影，的确是梅克兰梅的郝聪明。这世上最恶心的事情，是前男友找了个处处不如你的现女友。开车。是。天菜，天菜，你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也不知道你和前女友的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。笑笑，喂，聪明，我现在马上过去找你啊。不用了，我马上就要回家了。关于前女友的事情，我想我已经处理好那些感情垃圾了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郝聪明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现在就要跟你在一起。喂，聪明。怎么关机了？喂，我的行李呢？你不是打电话说在你这儿吗？你喝酒了？根据女佣雇佣合约，你不能喝这么多酒。看样子，你做个女佣都不是个合格的女佣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就是做什么都不合格。你说过，一个经常性跳槽的人，要么是非常有能力，要么就是极度平庸。可能我就是那种极度平庸的那种。我好聪明，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。郝聪明，你发什么酒疯？赶紧给我醒醒酒去！我明明没有抄袭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说我抄袭，一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？你们还骗我！明明有前女友，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？你告诉我，你说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进来。老板，这儿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。哦，金秘书，你让兴盛珠宝公司的前负责人过来见我一下。您不是一直都很少管兴盛的事儿吗？是的，我现在就去。陨石系列要上市了，可是池氏集团没给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说设计稿的归属问题。这可是我作为珠宝设计师第一次设计的稿件，唉，心情真是糟透了，还要被下放到商场做民调。不过也还好了，趁机看看客户们都是什么需求。陨石系列谁给你的？是设计部研发的。你要知道，你自己坦白跟我查出来，两者的待遇是不同的。发生超级事件后，我也觉得奇怪，暗中打听，查到的是郑宝珠小姐的助理，就没敢接着查了。金秘书会对你做新的安排。出去。
池总。聪明，聪明，迟墨，你回来了。迟墨，哎，聪明，你别喝了，你怎么喝酒了？你告诉我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要你管。迟墨，你这个大坏蛋！明明是我的设计稿，你非要说我抄袭，还搞什么女佣雇佣合同，说什么保护我。要不是你要追查什么车祸，我至于被别人跟踪吗？聪明，你说你跟迟墨一直住在这儿？迟墨，你个王八蛋！对我的女人打主意。长得好像小小啊，只可惜你不是他。可惜他还是别人的前男友。聪明，没有啊，我那天还有话你没听到啊。我那天说我要处理好以前的感情垃圾，重新给你开始，但是你也不接电话，你还跑到这儿来，自己在这儿喝闷酒。聪明，你别让我担心好不好？啊？我昨天晚上喝醉酒，是不是跟迟墨说了什么？shit！ 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东西它就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发明，没有之一。哎，表哥，你站着干嘛？过来帮我弄弄啊！我就是。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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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，金秘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吗？按照您的吩咐，都已经办好了。可是您确定要这样做吗？你有异议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Let's go。走啊，快点！哎，聪明，来，聪明，哎，坐啊。怎么了？冷啊？那个，你去把空调关小点。好。
去把空调关小点。啊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要给郝聪明女士开一个道歉大会。什么？道歉大会？我又做错什么了？就是表达我对你最真诚的歉意。金秘书。这个呢是我亲手写的道歉书。陨石系列确实是我们无耻的剽窃。是撞车，同一次。你不舒服啊，金秘书啊？没有。我今天来，不仅把陨石系列的创意还给美克拉美的著名设计师郝聪明女士，恢复其名誉权，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，我们池氏集团全部赔偿。我池墨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为难郝聪明小姐。你真的是池墨池大爷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那你会不会后悔啊？这件事情，段经理违背他自己细节，池氏集团将发表声明，陨石系列的创意归美克拉美。当然，由此造成的损失，我们池氏会进行赔偿的。至于其他的嘛，我想我们都是生意人，总有合作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您说的有道理，您说的有道理。对哦，不能后悔。哎，这样，我来教你吧。你拿着这个，我们拍一张照片作为物证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来给我拍。哦。你快点啊！来，1、2、3，好了。再来一张。再来一张，拍脸啊，脸。我想想啊。哦对，手机给我。我再录一段视频，好吧？关于陨石系列的事情，确实是我们池氏集团无耻的、不要脸的抄袭人家著名设计师郝聪明小姐的，所以对此我池墨感到非常的歉意，我真的是太不要脸了。金秘书，你要是真生病了，你就去看病啊，免得外人说我们池氏集团虐待员工啊。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对付你自己吗？哎，你不用管这些。这样吧，大家都来合个影吧，快点，就是你，还有你啊，你来拍，来。您请。不管他是没吃药还是吃错药，终于还是还我清白了。加油，郝聪明！今天我一定要跟郝笨蛋完成我的告白。小小，聪明，我们和好吧，好不好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你帮我拿着吧。
好意思啊，让这位小姐再睡会儿。那个表你就照打，到时候多少钱我照付就是了。谢谢。进来。老板，您昨天是不是没休息好？怎么黑眼圈这么重？没有。金秘书，我问你啊，我昨天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啊？您为什么这么问啊？哦，是关于美克拉美珠宝设计师郝聪明的那份道歉信。您昨天好像喝多了，非要给郝聪明开什么道歉大会，我怎么拦都拦不住，您还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。我一怂，我就没敢问您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您这是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哎，好嘞。怎么样，英明神武的我替你洗刷了一个未来明星设计师的冤屈，剽窃案就此结案。池小沫，我办事儿您还满意吗？果然又是他。我会找到让你不再出现的办法。这个身体是我的。绝对不会让你肆意挥霍。我知道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干嘛要答应这个混蛋搬到这个地铁都没有的地方？每天骑自行车上班，算了，我就当健身好了。加油，上坡，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怎么还有那么长？要不要我载你一程啊？你有那么好心吗？我才不上当呢。再问你一次，上不上车？
我才不上当呢。喂，撞坏你车我不赔的。你别我干嘛？我说过的话不会说第二遍，不要惹我。知道了。哎，那我自行车怎么办？我会找人善后。马上找人把路上的自行车搬回去。对。池大爷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他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Hello， 有人在家吗？迟墨那个家伙最近真是古里古怪的，又不知道跑哪去了。过青春，我一个人在家。小时候那个。真是搞不懂这些有钱人，这么舒服的沙发，当然是能躺绝不坐人，能坐绝不站着了。石墨每次都像拍杂志一样蹲坐着，好聪明，你多累呀！这么舒服的沙发，应该要这样才舒服嘛。跟上他。难得今天大瘟神不在家，我要好好的睡一个美容觉。再点一点生香。好香。最后再放一个安眠曲，赐我有一个帅哥的好梦吧。晚安，好聪明。呀，一个人喝闷酒呢？谁啊？你不要管我是谁。别碰我。真可爱，要不要跟我换个地方喝喝酒啊？郑小姐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是认错人了？哼，认错人，他化成灰我也认识他。根据我所掌握的池氏集团掌舵人池墨的第一手资料，池墨的属性和眼前的这个人截然不同。池墨隐忍，而这个人嚣张。
迟墨对品牌极度挑剔，出现在公众场合永远穿固定的品牌，而这个人更喜欢时尚潮牌。迟墨行为举止内敛，而这个未免有点太奔放了。总之，这两个人虽然长得相似，但习性却有天壤之别，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吧？如果不确定，那就试试吧。你的意思是，智取？哎，你慢点儿，啊，就这儿。哎，小心啊！真是一块可口的唐僧肉啊！是我。你现在立刻让郝聪明拿一瓶红酒去酒店，记得用迟墨的名义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别管我，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情。智取，好啊，这种捉奸的事情就交给那个郝聪明吧。开心的快要飞起来了！我说的是，你个混蛋破坏我的美梦。喂，郝小姐，迟墨让你马上送瓶红酒去酒店，地址发你手机上了。现在去酒店？对，他急着要，指明让你送过去，你快点吧。喂，喂，迟墨你大爷的！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你的？聪明，是不是有人敲门啊？洗你的澡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，一会儿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跳进黄河就洗不清了。开门呢 ？Hello。刚刚明明有人开门的呀。不管了，迟墨，反正酒我是给你送到了，我放在这里，丢了别怪我啊。什么鬼？这瓶酒，是给我的。你拍扁我，什么意思啊？这瓶酒给我的。你是让我进去陪你喝酒？哦，不行！啊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让我把酒给你送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打开，对不对？好在我随身带了开瓶器，真是机智。
这边。酒给你放这儿啊。这货不会是人妖吧？你的裙子很好看。哎，你怎么穿着我的衣服啊？哦，原来还有人在啊！你是谁啊？我是送红酒的，那酒放这儿了，这个起瓶器也放这儿了。原来你喜欢这种啊！我那还有高跟鞋、丝袜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再碰我，再碰我给你动粗了。干嘛发这么大火啊？这声音是……你是？我不是我。你是迟墨。他当我是迟墨也好，总比破坏宋小小在他心中的形象好。你以为我是谁？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报警了！报警了！今天晚上的事你都看到了。如果你敢告诉第三个人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我不救你！你变态！听到没有？回答我。听到了。不要管那乱入的柴火妞了，我们该干正经事儿。我还真是没怎么跟女人玩过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叫我男朋友过来，我们三个人一起玩。17号不早说，耽误老娘时间。今天这日子真是我的倒霉日子，先装完女人，又装基佬。哎，算是今天的安慰奖喽。哎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想不到迟墨这个人平时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竟然是个死变态！怎么会这样啊！我靠！幸亏我跑得快。哎，我手机呢？啊！回答我。听到了，一定是落在刚刚的酒店房间了。哎，不行！可是如果那个死变态还在房间怎么办？可是我手上又没有手机，又没带钱，今天晚上露宿街头怎么办？哦，不要露宿街头！算了，死就死吧。加油，郝聪明，加油！好聪明，加油，速战速决。
原来迟墨那个死变态已经不在了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难不成掉下来的路上了？怎么感觉身后怪怪的？小心！疼。小心！哎，怎么会是你呀？这么多天都不见我，短信也不回，微信也不看的，那我不得找个机会接近你呢？聪明，我都已经跟前女友一刀两断了，你怎么还不理我啊？反正你今天是把我吓坏了，我差点以为是迟墨那个混蛋追过来了呢。就是跟我长得很像的那个家伙？对啊。如果是迟墨那个混蛋，我肯定就拿棍子多打他几下，我狠狠地敲他。难怪我说他最近奇奇怪怪的，已经开始向我献殷勤了。原来是因为他跟你有什么仇什么怨？哇，你都不知道，他今天简直……他怎么了？我不能说。他跟我说，如果我说了的话，我会死得很难看的。他欺负你了？那倒也没有。算了，我们不要说他了。对了，小小，你为什么大半夜还在外面闲逛啊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？我是有点事儿，所以回家晚了。我半路看到一个人影鬼鬼祟祟，跟你挺像，所以我就想过来打个招呼。但是我刚一上来，就过来了一下。我不管，你得给我吹吹。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。你知道，自从我被坏人绑架了之后，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总是怕怕的。迟墨那个混蛋说什么我被坏人盯上了，所以让我住到他家保护我。可是我现在知道迟墨他自己也是个大变态，我觉得别的坏人跟他比，简直都比他好多了。要不是为了你的安全起见，我早就劝你离开那个变态家了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啊？直到我有能力保护你之前，聪明，就委屈你先待在他家。我觉得出于保护证人，他也不会伤害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哦，对了，叮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啊，你随身带着。如果那个家伙敢靠近你半步，你就给他狠狠的来一下，电死他。哦，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这么晚了，不准一个人在外面，听到没？啊，对哦，都这么晚了，那我要先回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拿着这个，谢谢。注意安全啊！